新北市教育局甲民间团体做伙办小梦红大梦想的比赛，互高中以下的学生会当用联合国 SDGs 的议题来拍影片，传达永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主办单位希望讲，这个囡仔会当透过学习来带动家长做伙来实践。 透过影片，互大家知影讲，咱的海沙当中有真侪塑胶粒仔，对生态、对环境会造成真大的伤害。这是小梦红大梦想其中一支得奖的影片。这个比赛伫礼拜举办颁奖典礼，这是由新北市教育局和民间团体共同主办，就是希望各中以下学生囡仔用影片带大众了解永续发展的议题。 环保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想要借由这次的影片，去让大家知影环保的重要，加我们未来永续发展的目标。囡仔拢做介意离网络的是离电管佚佗嘛，咱就莫介意烧冤家啊，就是希望讲因当网络嘛是会使学安那。 找因要爱的资料，学因较有主题性，去网络的世界佚佗安尼。得奖学生的指导老师嘛肯定这个比赛，唔但会使互学生学着讲要安怎做影片，嘛互因伫网络世界找到学习的主题。这个比赛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包括生态、气候、教育和性别平权等等17项议题去做评选。主办单位嘛唔望透过囡仔的学习，也通带动家长做伙来实践。 透过这些小孩子的这些关注，然后带动家庭的成员以及周边生活的人一起来对这个项目从这个具体实践和落实，能够把台湾慢慢的面向国际，让他们能够注意到我们在永续环境中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小梦红大梦想今年是第2届，即将选出优选10个、佳作20个，含入选40个，颁奖状含奖金来甲学生鼓励。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的品质进步真侪，期待未来会当透过这个活动继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也有和世界交流的能力，来带动社会对永续议题的关注。记者卢尚珠、林晓凯新北报道。